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三人眾 TV 呢個 channel，就係我 Henry 同埋阿俊熙仔仔啊。咁啊，有俊熙仔仔真係想抽卡啦。咁我哋今次嚟玩呢一個新嘅 SD 高達啊，永恆啊。咁咧我就咧拆咗個手抽噶啦。咁啊，見到啦，封面係一個 New Gundam。咁咧之後咧亦都抽咗少少卡啦。咁啊，手頭上咧就唔算係好多卡嘅，因為咧就太多嘅角色要升啊，咁啊要睇下有啲咩角色係覺得係即係覺得值得升嘅先。咁我哋睇下個要嘅呢一個啦。今次咧係一個高級機體嘅補給嘅。咁暫時嚟講都係得一個嘅抽卡嘅鋪嘅啫。咁啊嚟緊30號好似會有新嘅鋪抽啊，就係呢一個好似係突擊自由啊。咁啊，但係咧就暫時都係睇下呢一個有啲咩角色抽先。呢度咁啊，係4月16號開始登場啦。咁啊出現機率咧睇翻啦 ，UR 就3%嘅啫，支援人員得1%嘅咋。咁有邊幾隻高達啦？有高達 EX 啦 ，EX 嗰啲高達咧都係比較罕有少少嘅呢扎 UR 嘅 EX 高達。咁聽人講咧，主力咧就係咧有攻擊嗰幾款嘅高達咧會吸引性會大啲啊！咁同埋咧就沙薩比同埋呢一個能天使高達咧係比較耐用啲嘅。咁我哋睇下啦，嗱有藍嘅亦都咁啊，高達 EX 啦，呢隻係沙薩比啦。沙薩比嗱，我哋睇翻裡面有啲咩嘅質素先啊 ，level 100升進佢突破界限咧就會有呢4款嘅攻擊啊，最長程嘅 EX 攻擊。係啦，射程會去遠好遠嘅都，咁亦都咧絕對命中啊！係啦，亦都咧武裝屬性損傷減輕無效啊！距離敵方越遠嘅話，武裝嘅 power 咧就越為提升啊，去到最高係17%添。係啦，咁啊，另外有一個感應炮啦，12%。係啦，咁另外咧仲有一啲輔助技能嘅呢啲單位嘅能力啦，佢自身攻擊會加15嘅。另外咧HP 為50以下嘅時候，自身攻擊再加多10添。咁亦都有一個自身命中率同埋呢個閃避率咧會提升5%。係啦，咁另外嗰隻咧就係比較多人話係需要用，就係呢隻能天使啦。能天使嚟睇一睇啊，咁又係咧。有5個技添喎，啊，4格係嘛？咁啊，自身勝越 HP 越高嘅話，武裝 power 提升就越勁，對12嘅去到。咁另外有個 GN 劍，係啦，都有17啊嚇。距離敵方越近嘅話，武裝提升會17%。係啦，仲有呢啲啦，幾款啦。咁另外最主要咧係睇下呢一個單位技能啊，自身攻擊會加15，自身承受嘅損傷4500以下係無效喎，好勁喎呢個！即係如果佢個能力係傷嘅損傷嘅能力就係4500或者以下嘅話係當無效喎，有個力場啊 ，GN 力場。咁另外每一個回合開始嘅時，自身亦都會恢復5個 EN 喎，因為 EN 我嚟係出嗰啲絕招噶嘛，所以咧都幾緊要啊呢個都。所以咧，啲人都係話能天使係比較耐用啲啊！而家呢個上限突破界限上限動畫睇下先，我哋睇下個高達幾有型係嘛？突破能力上限之後就會咁啦。咁仲有白色基地啦，白色基地係啲支援人員嘅支援嘅登場啦，係可以補啲特定單位全能力提升會加36%呢個。全能力指定特定單位會加25，效果對象係邊扎呢？就係呢一扎。我有好多都未持有，所以有基地都幾正，有戰艦、白色基地。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嚟抽一抽先啦。我哋有14000轉，好啦，我哋嚟抽啦。阿 B 幫我手抽啦，第一下。唔係呢邊，唔係呢邊。Oh no！另外10抽。因為10抽一定中咩機率啊嘛，高啲嘛 ，SSR 嘛，嚟啦，高達出擊，撳掣啦，作戰開始。
好似冇乜反應喎。喂，幾粒跌落嚟。咦，有咩喎？又有艦喎，支援人員 SSR 一張。風車高達。吉姆。哦。呢張 SR 旋風高達。哇！卡呢張啊，呢張好似我哋有㗎咯。2Z8嘅高機動，唔好成日嗌得唔得啊？V 高達都係 SSR， 我哋抽唔到 UR。有冇呢張？冇啊，呢張冇。有。新卡啊嘛，呢張我哋有，呢張冇新嘅。俾你抽多次啦，再補給一次，10抽。你啦，撳啦，衝過去之後跌啲咩落嚟？好似都係冇乜吸引嘅。第一張又係艦啊！又啦，呢張都 CN 加多個人喎。有冇？冇啊，呢個。哦，我有啦，呢張都係3號機。有冇？麻麻地，全部 SSR 卡，60個圖鑑啦已經。仲有幾多千石啊？好，俾你抽多次，抽多次算啦。嗱，呢度一張 UR 都做唔到喎，大家伙嚟啦！咦，開金礦喎，發晒光喎，有機會啊！嗱，彩色啊，會唔會係一張？邊張係？哎，有一張爆咗，應該有一張 UR 啊，應該㗎。SSR 8年，第二張。仲有冇？邊張係？呢張係咪？係啊 ！UR 跟得先。哇！自由高達。好啊，型啊！自由高達喎。自由高達有基拉啊！我哋有埋基拉嘅人設，正。仲有張 G Generation 喎。中2張喎，原來。哦，鳳凰。鳳凰高達，又有人設。耶！好在抽多次啫，中咗2張 UR 我都。OK， 好，完就咁先啦，唞一唞先啦，儲下石啦。4月尾咧有呢一個突擊自由啊，咁抽到自由高達就梗係要抽埋突擊自由啦。好，咁今次嘅介紹呢個新嘅遊戲啊 ，SD Gundam 去啦，抽完卡佢就走啦，好似。好啦，咁我介紹埋呢個新嘅遊戲 SD 高達，咁啊嚟緊睇下直播會唔會玩啦，同大家分享下啦。中意呢片就撳翻個 like 俾我啦，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睇，訂閱我 channel 叫埋 friend 訂閱埋我 channel 撳埋鐘仔新片睇。係啦，今次介紹啲新嘅 game 都幾 hit 啊，因為始終高達就大班人玩㗎啦，唔會唔玩啊。同埋呢隻咧係行呢一個機戰，即係戰棋機戰路線咧，都幾多人有興趣，嘅。咁啊，好啦，今次嚟到啦，下次再同大家介紹啲其他遊戲或者再跟進下呢一隻 game 啦，唔好撳啦。OK， 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